跪听降生的耶稣，请咱大家恭敬来领受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也感谢上帝。在寒冷的天气落雨了后，互咱有出日头，互咱得到温暖。在这个太降节的中间，咱搁一摆经验上帝对咱世间人的疼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感谢上帝，你对阮世间人极大的恩典，将圣子耶稣基督赏赐世间，互阮对安尼来经验上帝你的疼，长看关心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伫这个太空的节期，搁一摆经验为着疼降生成做人的耶稣，留互阮最最水的脚迹，互阮来学习。搁一摆用感恩的心，搁一摆伫上帝你的疼内底来看见你的恩典甲福气。安尼祈祷感谢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每一届咱看到圣诞红咧开的时阵，以及伫最侪的册房、饭店、百货公司，拢有这个圣诞树来甲伊起起来，真大丛的时，咱就知影圣诞节要到。伫迄个时阵，咱嘛会当听到咱一年听到一摆，这圣诞节的诗歌，互咱感受到迄种的疼痛甲温暖。今咱是太降节的第三主日，咱有点到三支的紫色的蜡烛，咱知影，咱要用喜乐的心来迎接圣子耶稣的降临。后礼拜就是圣诞节。虽然各会当听见圣歌队用俄乐来引带咱同齐来敬拜，伫后礼拜咱嘛有洗礼，互侪人欢喜来信靠耶稣基督，进入伫上帝嘅教会的中间。当咱迎接这个太降节的时阵，今咱要用这段圣经甲咱来分享，为着听降生的耶稣，伊进入伫人类历史，迄个目的是甚么？咱知影，这个疼对少年人来讲是一种的爱情，是罗曼蒂克。这个疼，若是对父母来讲，就是无少代价，疼惜惊儿来付出伊所有的。这个疼。若对上帝角度来看，因为伊疼咱世间人，无少伊家己的囝儿，为着咱来出世。这个疼，为着要拯救侪侪人。虽然伫圣经内底对希腊文知影相关赞处的疼，就是阿加贝，就是上帝疼世间人，牺牲伊家己的囝儿。咱会当伫罗马书第5章第8节安尼写讲，上帝疼咱世间人，将伊的囝赏赐互咱，毋然呢，阁为着咱来死，这个疼就向咱来显明。所以伫这个太降节期的中间，咱来学习耶稣伊怎样成做人，成做疼世间人来到咱的中间。留落几项的代志，互咱来学习。头一项，伊就是体贴卑微。咱会当伫路加福音第2章第6节到第7节来看见这段的圣经。安尼讲，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当伊伫伯利恒的时，伊的产期已经到，伊生了头上囝，用布包起来，放伫马槽的所在。因为气管无所在互因大，路加福音伫这个所在要表明，上帝囝成做人来到伫这个世间，无人来接待伊，所以伊就出世伫马槽的中间。咱知影，咱每一个人出世的时阵，
大概拢伫马街病院代代营种真侪好的病院，老母搁做满月，搁做1个月来照顾这个细囝。独独是耶稣基督出世的时阵，伫迄个马槽的中间，迄个马槽就代表一种的卑微，因为伊体贴世间人是卑微有限的人。世间人伫世间有真侪的痛苦，有真侪的需要，上帝欢喜正做卑微来到伫咱的中间。今日咱若是到伫以色列迄个伯利恒的所在，咱就有一间礼拜堂，这间礼拜堂就是咧纪念耶稣出世伫伯利恒的所在。咱会当看到这个礼拜堂。过去伫这个圣诞节期的时阵，有侪人来到伫这个伯利恒的所在，要来看耶稣出世的教堂。当这旅客、观光客来到这间礼拜堂的时阵，吵吵闹闹，就亲像咱今仔日来到礼拜堂的时阵，足欢喜的，互相咧请安，吵吵闹闹同款。总是这个管理礼拜堂的人认为，来到伫耶稣出世的所在，应该是用真敬虔的心，所以就将迄个门甲缩小。你有看迄一个门伫迄个所在，本来是真大的门，就甲变做一个细细门伫迄个所在。为什么是要安尼做？来表明一个真要紧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人要来到伫看耶稣出世的伯利恒这间教堂的时阵，都爱屈低家己，你腰都爱压落去，用谦卑的心来到伫伯利恒耶稣出世的所在。那呢，伫细细这个门的顶头，有写几个字，讲这是圣的所在，这是圣地耶稣基督出世的所在。所有观光来到这的人，要入去，拢都爱谦卑来屈低家己。所以后来这个门都要用一个细细门伫迄个中间。咱的救主耶稣基督出世伫这个马槽的中间，伊为着咱世间罪人来出世。所以咱有什么通好夸口？咱诚做人有什么通好骄傲的呢？伫圣诞节这个节期的内底，就是咱要学习耶稣的款式，去关心迄个卑微的所在，去关心社会的弱势，互咱会当伫迄个中间来体会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。真感谢主，咱昨昏耶子团契改变方式，过去拢伫国宾的所在咧食饭，我不断咧提醒，咱都爱去关心迄个需要的所在，所以因就到伫咱安养中心来关心伫遐的阿公阿嬷，互因感受到足欢喜、足温暖的，因为有侪人已经袂记得因伫迄个所在行去。当咱带着耶稣的疼，唱这圣诞的诗歌来甲因关心的时阵，哇，因得到真多的安慰。其实对咱去服侍人，嘛得到真多的鼓励，因为咱有一天拢会老。老人上需要，就是伊伫孤单的中间，真需要人来关心。伫圣诞节的时阵，咱学习耶稣出世马槽迄种的卑微，就是要互咱体会耶稣的心做心，互咱会当去关心这卑微的人，社会弱势的时阵，咱就会当体会，咱真正真福气，咱真感恩。咱若无安尼做的时阵，咱永远就袂满足。咱今年儿童主日学的马朝娟，耶稣出世伫马槽，互咱教会这儿童主日学的囡仔，也学习通过奉献，关心伫迄个马槽的耶稣，来关心咱伫社会所需要的。咱今年要关心这个反腐儿的基金会。什么叫做反腐儿？我嘛无了解。后来我去查，
才知影讲，迄个囡仔出世无偌久了后，伊家己无法度喘气，就爱挖靠迄个呼吸器、呼吸器，通过迄个呼吸器来帮助伊来喘气。你想一个父母有一个囡仔，安尼出世遮尔无健康，伊有真侪的操烦恼，爱付出真侪的金钱来照顾这个细囝。所以几啊年，咱伫这个圣诞节的中间，或者囡仔来奉献，毋然呢，我带因到伫迄囡仔的所在，甲伊关心，替因祈祷，这是一个机会教育。或者细汉的囡仔，伊伫遮尔幸福的家庭的中间，伊伫遐体会未到什么叫做幸福。总是当伊看到这囡仔出世就遮尔无方便，伊去关心因，替因祈祷的时阵，伊忽然感受到伊实在是上帝的疼，满满伫伊的心上，伊搁较会晓祝福，搁较会晓感恩，互因会当用疼来化解他解，以爱化解爱，用迄个耶稣的疼来化解咱伫世间有最的苦痛、艰苦心，用疼来化解最的他解，以爱化解爱。我想，这个就是头一个耶稣出世伫马槽迄种的卑微，是要互咱有机会来参与服侍。关心迄个卑微的所在。第二项，伫今日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13节，耶稣来是要招这个罪人。圣经讲，健康的人无欠用医生，独独看病的人就对。耶稣讲，我来的目的毋是要招好人，是要招歹人、有罪人。伫这段圣经，威廉帕克利来解说安尼讲，耶稣毋是要招对家己感觉家己良善、完全好人的人。咱若家己感觉你是完全的是好人，佮良善，那安尼你就毋免救赎，你嘛免来教会。因为教会就是知影咱有限，咱有罪，咱无完全，咱需要耶稣的救赎来到伫上帝面前。威廉巴克利安尼讲，耶稣来是要招遐个感觉家己有罪，感觉家己软弱，感觉家己真需要救恩的人。这是耶稣来到世间一个上重要的目的。罗马书第3章13节安尼讲，世间人拢犯罪，亏欠上帝应当。我甲咱大家人拢犯罪，迄个罪毋是咧指起咱做歹代志，去害人放火。迄个罪是感觉咱的疼心无够，咱有真侪自私、怨恨、计较、不满伫咱的心内。这个代志，拢需要耶稣的怜悯甲赦免。我要用一个真实际例，伫路加福音19章第1节甲第10节，记载耶稣要进入伫耶利哥城的时阵，有一个人名叫做撒该。这个撒该是当时的一个财务长，也是讲税务长。伫当时耶稣的时代，迄个税是用毛税，就是这个地区中山区这个所在，爱交予政府1亿的税。但是这个财务长就会当加收2000万，1亿交予政府，2000万放在6百内底。迄种的毛税的制度，伫当时是安尼。所以这个撒该也是伫迄种的情景内底。伊虽望真好业，但是伊的心灵真空虚、真孤单，人真讨厌伊，因为这个人是贪财的人，讲抽东税，落在家己6百内底。圣经讲，这个撒该生做真矮小，无法度伫人群的中间去看到耶稣。耶稣对迄个所在过去，伊看袂到，伊想要看耶稣到底是生做什么款。伊就爬去迄个树仔顶头，
爬去咧树仔顶头。等伊爬起的时阵，伊想要看耶稣，无拍算，耶稣看到伊，讲啥？撒该你落来，今仔日我要去恁兜。当耶稣到伫撒该厝的时阵，这个撒该知影，耶稣知影伊所做一切不好的代志，知影伊所做一切贪心、贪财、贪别人的物件。当这个撒该拄到耶稣了后，伊悔改，伊讲：主啊，我要将我的财产的一半来分予送中人。即使我若欺骗别人、欺诈别人，我就要行伊4倍。兄弟姊妹，一个人的改变是真无简单的，但是这个撒该，当伊拄到耶稣的时阵，伊欢喜悔改。将伊过去所贪人的钱去行人，佮将财产的一半互送中人，真无简单。所以耶稣讲一句话讲：今仔日救恩来到伫这个家，因为撒该拄到耶稣基督的时阵，伊欢喜改变，伊欢喜悔改，伊欢喜为着过去所做这唔对来认罪。撒该故事要甲咱讲啥？讲人拄到耶稣的时阵，这英语有一句话讲 ：face to face to encounter with Jesus。讲咱当面对面去拄到耶稣的时阵，咱就知影咱家己的无完全甲罪过。当咱无完全的人去拄到圣洁的耶稣的时阵，当咱爱拍开咱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伫咱的心内，圣神就要做工伫咱的心内，互人知影咱做唔对，也欢喜悔改，对他了后，互咱有一个新的人生观甲价值观。下礼拜咱要举行一个洗礼的礼拜。有真侪兄弟姊妹，将近30位，伊欢喜承认耶稣是伊的救主。唔单单是安尼啦，定一个真要紧的，就是伊爱伫遐承认家己的犯罪甲唔对。即会当伫迄个中间，互咱有一个新的画面、新的人生观，对迄个洗礼来开始。因为耶稣这个名，原来意思就是拯救者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要拯救人脱离伫犯罪中间，进入伫迄个圣洁的生活。这是耶稣来到世间上重的目的。虽然唔通讲圣诞节叫做耶诞节，有真侪人讲啊，耶稣就是姓耶，名叫做苏，叫做耶诞节，咱来叫做圣诞节。迄个神圣的上帝成做人来到咱的中间，要拯救、赦免咱所有犯罪人，互咱重新得到圣洁的生活。第三项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，就是要服侍人。马可福音第10章42节甲45节。当咱读这段圣经的时阵，咱就知影，跟对耶稣3年半这学生，心内拢有一个期待。什么期待？这个耶稣这么高，会当医病赶鬼，伊若会当做一个政治的领袖的时阵，哇！但阮安那，阮对着人安那，事过我大病，阮已经对着人啊，对着这个耶稣稳当当，因为安那。当伊坐荣耀宝座的时阵，一个会当坐伊的正边，一个坐伊的倒边。用现在话来讲，就是讲，耶稣若做总统的时阵这学生呢，一个做行政院长，一个做立法院长，安尼有好无？哇！这学生原来意思俩做是安尼。所以耶稣伫迄个中间甲伊讲，我来的目的毋是要互人服侍。我要啉的苦杯，毋是恁会当做啉的。耶稣来的目的
是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这人。耶稣降生成做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不是要互人来甲伊坐大位，坐伫这个王位的所在，伊是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做人。兄弟姊妹，咱知影，咱伫这个世间拢有无共款的职分，有总经理、董事长、做头家。但咱知影伫社会的职分内底，你的 position 啊，你的职分愈悬，就是你的 power 愈大。一般是安尼啊，愈官兵、愈悬的地位就愈官兵。都是耶稣互咱一个新的眼光，就是讲伊来是要用罗卜的服侍，伊来是要互咱来学习一种罗卜的领导、仆人领导甲仆人的服侍。也就是讲，积分愈悬，你就要愈谦卑。这是耶稣互咱来到这个世间一个真水的模样。耶稣安尼讲：，恁中间爱做大的，就爱做正人的妻用；恁中间爱做头的，就爱做恁正人的奴仆。耶稣互咱一个真水的模样。伊要顶十字架的时阵，为着学生来洗脚。耶稣用一个罗卜服侍的样相，互咱成做水的典范。咱知影，咱上联爱用中心的标志，就是耶稣甲人洗脚。咱咧服侍这个阿公阿嬷，咱就要有这种谦卑来服侍因的心态，迄种的心情，互因来感受到伫遐上帝听，甲因三角地带。耶稣互咱一个作水的模样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甲第8节，保罗伫遮咧描写讲，耶稣有上帝的形象，无掠家己甲上帝平等，反倒转屈下家己，成做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的款式。既然有人的款式，就谦卑家己，顺服到底死，佮死伫十字架顶。圣诞节就是要互咱搁一摆体会，成做上帝，成做人伫咱的中间。伊用一种谦卑的方式服侍来到伫人的中间。法国真出名的军事领袖拿破仑，伊伫这个滑铁卢最后一摆战争失败的时阵，伊互到伫一个小岛的中间。迄个时阵，甲伊做伙这个将军叫做贝特朗将军，嘛互人掠到伫迄个小岛的中间。咱中文就是讲，这个滑铁卢就是拿破仑伫最后一个战争的中间，伊对法国拍到德国，拍到伫苏联，但是最后伊互人掠到伫一个海岛的中间。拿破仑伊亲自安尼讲一句话，安尼讲伫这个历代内底，亚历山大、凯撒，以及查理曼啊，这伟大的将军、伟大的皇帝，死了后拢无人要甲伊纪念。但是耶稣基督用听来建立上帝国度，今仔日继续来影响这个世界。啊，这句话值得咱来好好来思考啊。拿破仑讲，这过去这君王拢已经人袂记起啦，但是耶稣基督用听来服侍，今仔日继续来影响这个世界。继续有真侪人欢喜悔改信耶稣，这就是耶稣留予咱一个真水的脚迹。我要介绍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20世纪伫印度加尔各答福山仁爱传教修女会的马德特蕾莎。伊一世人来福山伫送香，去学习耶稣的款式。伫迄个垃圾悲惨的所在，这个德蕾莎修女，
伊回应耶稣用罗卜服侍的心态，用温暖的手来安慰鼓励遐个孤儿，遐个互鸟鼠啊咬，常常要死去倒伫路边遐个人。伊将伊带到伫伊的这个修会中间，伊伫遐来照顾因，互因进入尊严来过生。伫德勒沙修女的写的传记内底，伊家己讲安尼一句话，伊讲每一届我咧服侍遐个送乡的人、遐个病人、遐要死去的人、受虐待、受放杀人的时阵，我拢将因当作是耶稣同款来听因，来服侍因。德勒沙修女通过耶稣基督迄种罗卜的服侍，伊将一生来投入伫这个送乡印度的所在来服侍因。伫台湾也有一位，我常常咧提起的名叫做戴仁寿医师。伊是加拿大人，伫英国伦敦大学得到医学院第1名来毕业，正做出名皇家外科医师。皇家就是这皇帝伫这个专门的医疗团队内底的一个外科医师。28岁时阵，伊受上帝呼召来到伫台湾的所在。伊捌担任南部新老病院院长、北部马偕病院院长。但是后来伊后半世人的时阵，伊专心投入伫泰国边的服侍。也就是讲，伫100几年前，台湾还有这个泰国边，伊伫迄个所在来服侍因，来救助因、帮助因。特别是咱双连教会早前，这个旧的礼拜堂伫这个所在的时阵，也捌来收容这个泰国病的患者。这个戴仁寿医师甚至伫台湾办理这个所在买一块地，专心甲伊的太太来照顾这个泰国病的人。这个所在就是今仔日咱的乐山园、鳌山园。今日叫做乐山疗养院，因为这个泰国病的传染，到一个坎站，这个戴仁寿医师伊伫遐来服侍伊，真惊会传染，但是伊有缘用耶稣的疼来疼惜因，甲伊的太太伫遐来服侍。这人拢留落水的见证。现在咱会想讲，哇，这人太伟大了，特蕾莎。戴仁寿我毋是因我无法度做这样伟大的代志。但是耶稣甲咱讲一句话，讲恁做伫迄个至美世的身上，就是做伫我。咱来当做这样伟大的代志，感谢主，上帝来甲咱祝福。咱也袂使是，咱会当做伫迄个至美世的所在，伫遐来服侍遐需要的人，咱嘛是。来为耶稣做一项水罗卜的服侍，咱伫教会内底嘛是会当做这样水的服侍，来关心服侍遐需要的人，拢会留落水的脚脚，互咱来效力。第四项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要互咱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。耶稣讲：“我来要互人得到活命，毋然呢，佫得到丰盛的活命。”咱知影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讲伊是一个好的牧者，伊用牧者来形容伊家己。那每一个人拢用羊群来比拼。好的牧者就是不断咧敲吹失落的羊群，带因进入迄个羊巢的中间。互因享受到饱足的草料，得到照顾，得到保护。这个大牧者耶稣也为着羊群来放下性命，为着要互这羊群，为着咱每一位人拢会当得到丰盛的活命。这个丰盛的活命是要去祝福别人，毋是咱家己揽条条讲，哎呀，我得到这个丰盛的活命。咱得到对耶稣来丰盛活命，要成做最人的祝福甲帮助。
我要介绍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是犹太人的一个神学家，叫做马丁·布伯啊。这犹太人的神学家啊，这个上笔者啊，伊捌写过一本册啊，这本册叫做《I and Thou》啊，这本册啊，我刚才捌讲过这本册啊，翻译就是讲我甲你，伊咧解说要安怎得到耶稣基督丰盛的活命。伫这个文章内底，伊安尼讲，讲每一个人有三款的信仰的态度。伫《I and Thou》这本册内底，伊讲头一种叫做 I center， 就是用自我作为中心的人。这种的人大概拢是大部分人的世界观，因为咱受一句的影响：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。马丁·布伯伊讲，实使这个社会，逐个人若用自我做中心的时阵，这个社会是真冷酷佮无情。每一件代志拢为着想讲，我会当得到偌济利益。做每件代志都想着讲，我会当得到偌济好处。那安尼时阵，这个人用自我做中心，就是甲人看作物件 it 啊，咱的这个英语叫做 it， 甲人看作是物件，我拢要拥有伊。这就是一种人叫做 I center， 用自我做中心的人。用第二种，第二个赞处就是 I and Thou， 这个让小写啊，小写对指人，讲人来当用尊重的方式来进入到第二种的赞处，就是我甲你的关系，用关怀别人、疼惜别人，来关心伫咱身边的人，用别人做中心。头一个是用家己做中心，第二个是用别人做中心，伫别人的需要顶头看见咱的责任。看见别人的需要，就是我做无够。安尼时阵，咱就会通过教会、通过社会资源来帮助伫社会中间的弱势。伊讲这是第二种的人。第三种有丰富活命的人是第三种的人，叫做用上帝做中心的人。这种的人就是有活命、有上帝活命伫咱的中间。这也是一个丰盛活命的人。讲将上帝放伫咱生命中的第一个 priority， 迄个上第一个，就是讲，无论咱做什么款的决策、什么款的行动，拢爱想讲上帝安怎想，耶稣会安怎想。伫做这样代志的时阵，主耶稣有欢喜无？伊若是有欢喜，咱就照安尼去做。伊讲。当一个人会当用上帝做中心来做思考的时阵，伊就会当感受到家己是一个丰盛活命的人。伊会当感受到伊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祝福，感受到人的一生爱学乐上帝的名，爱应当上帝的名。讲一个人用家己做中心。用别人做中心，到底最后用上帝做咱的中心的时阵，安尼咱就是一个有丰盛活命的人，咱就是有耶稣基督的活命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兄弟姊妹，咱搁一摆伫这个抬杠这个时阵，咱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，留落互咱真水的模样。毋是要互咱看，毋是要互咱知安尼那点，是要互咱照安尼去做。为着听来降生伫世间的耶稣，伊欢喜体贴世间人的卑微，也互人悔改信耶稣。伊用疼心来服侍，互人来领受丰盛的活命。今年的圣诞节，望咱。毋能领受对耶稣来这种的丰盛的祝福，咱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当咱用耶稣基督做咱生命的中心的时阵，咱就是一个有丰盛活命的人。
有丰盛活命的人，就是会晓分享的人，都、就是会晓去关心别人的人。愿上帝赐予咱，祝福咱伫这个圣诞的中间，过一摆领受耶稣予咱水的信息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三角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愿感谢你极大的恩典施落伫阮的中间，互阮要跟对耶稣基督来得到丰盛活命的人生。毋若阮家己自满自足，阮来正做一种劳碌服侍的心态，来服侍伫迄个卑微的中间。主耶稣，你正做阮水的模样，互阮看，阮也欢喜伫这个圣诞的中间，来体会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来分享耶稣的疼。伫阮徛起的环境内底，充满黑暗，充满怨恨，充满斗争，充满嫉妒甲私欲。主，愿你的光照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用这个光也照伫阮徛起四周围的中间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过一摆通过你的话来成做阮的帮助，来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所行所做会当互主你来欢喜，也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。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